天空戰記、修羅王修羅達、龍王了馬、天王曉家、比婆王阿達、那羅王年家，唔通呢啲係當年台灣嘅譯名？盒嘅兩邊都冇印上內容物喎，淨係印咗動畫嘅劇情簡介。咪玩鳩我啦！究竟入邊係啲乜嚟㗎？喺80、90年代，你哋小學門口嘅小賣部有冇呢啲9唔搭八、貨不對版嘅嘢賣啊？幫大家嘅童年揾出處，呢啲咁麻煩嘅嘢都係等我嚟啦！轉 BGM。冇錯啊！呢隻咁嘅嘅嘢，其實係一隻台版嘅山寨聖鬥士小拼裝，入邊包含咗2塊板件狀嘅聖衣零件，同埋一隻軟膠嘅素體。單睇素體就好難知道佢係邊個噶啦，但係只要從頭盔嘅形狀同埋模型板件上嘅呢條邊，就可以好容易咁認出嚟，其實佢係黃金聖鬥士天蠍座米羅。說明書上一樣都係濃濃嘅山寨氣息啊！聖衣就錯畫成射手座嘅聖衣，但係又補翻天蠍座條邊，真係搞笑啊！嗰個年代嘅呢類山寨小拼裝，80%以上都有原型。就例如呢隻天蠍座，佢嘅原型其實係 Bandai 1987年嘅食玩 Battle Say Box 系列。正版嘅聖衣係金色電鍍嘅塗裝，但係呢種山寨版本就變成正色啦。除咗冇電鍍塗裝之外，聖衣嘅材質亦都偏薄，喺組裝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啊！好彩嘅係素體係軟膠，着聖衣嘅時候並唔需要太大力，相對亦都減少咗玩爛嘅風險啊！唔知道大家覺得佢同原版對比起身，又可以打個幾分呢？攞埋呢隻同佢身形比例差唔多嘅 Bandai 拼裝版俾大家自行對比一下啦。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，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其他細個玩過嘅山寨玩具，搞唔清係乜嘅話，不妨喺評論區發俾我睇下啦。我哋下期再見。